乜嘢話？交租都可以碌卡？無論你用緊 Visa、Master、銀聯、支付寶都可以用嚟交租噶。無論咧香港咧定係國內咧都可以付款，最多可以用6張信用卡嚟交錢。用 Vansmart 交租可以賺取非行李數或者現金回贈。用 Vansmart 交租咧，除咗減租之餘咧，有需要嘅話都可以延遲交租嘅，因為你用緊係信用卡去俾租金，所以咧找數嘅時間咧都係會延長嘅。無論你係住緊公屋、住宅、商業或者係車位都好咧，都可以攞嚟交租嘅。而喺 Vansmart 嘅官網咧有一個叫做回贈嘅計算器，咁就可以計算邊張信用卡咧攞嚟交租咧個回贈最高，或者非行李數就最抵啦。最高現金回贈咧可以達8%，撳咗交租之後咧，大概3個工作天咧就可以到達交租嘅戶口啦。